啉酒开车，之所以会来加重处罚，甚至有这个连坐法，实在是因为啉酒开车所引发的悲剧，是真侪被害家属永远的痛。像顶个月月初发生伫咧桃园，驾驶就是啉酒开车，刚弄到一对骑乌多摆相载的翁仔某，结果太太死亡，翁婿搁伫咧加护病房，因的三个囡仔搁咧读国小，厝内只有阿公阿嬷帮忙照顾，经济出问题。学校的家长会伸出援手，要进行1个月款务，希望大家斗相共，帮这三个囡仔渡过难关。这是这个伙仔5个人做伙翕的相片。虽然爸爸妈妈不敢囡仔带做伙，不过敢若对专家号相片就看会出来，因全家是快乐幸福的。过一场的车祸，囡仔失去外壳。轿车的挡风玻璃拢变形，可见落下真大力。肇事驾驶啉酒冲红灯去弄到青灯直行小载翁仔某，太太当场死亡，翁婿昏迷到即马1个月，还伫加护病房。他们也没有过来，上个香，道个歉，什么都没有。肇事者到现在都没有出面过。这济讲因小弟翁仔某，人的收入无稳定，前几档才伫咧桃园工作，为着囡仔过好生活，甲囡仔交予台北的亲情抚养。休假才接回去桃园，即马车祸昏迷，无人趁钱饲家。这姐弟啊，读的国小家长会考虑未来生活费，也有医疗费，因此开会决定1个月款无，希望会当伸出援手，帮因渡过难关。